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5月初7，旧历的4月15，礼拜4。行政院的急难纾困总来就路第一天，因为手续繁杂，爱传真侪资料，民众是真怨气。行政院赶紧来公布着简化的定序，安尼民众清领的状况有较好无？先来看新北市，因为市长侯友宜并伫中央的头前，霸气来宣布讲，摕身份证来就收件。 因会全部来接收，所以早起区公所申请的状况比昨加真好。但是花莲市就碰碰硬了，因为地方也未收到中央的公文，一度来打出着公告，要延后来受理。虽然10点半收到卫福部的公文恢复办理，但是已经有真侪乡亲白走一抓，气呱呱。看了 N 次了，我才敢出来的啦。 是啊，被老百姓都是被耍的。花莲民众这么生气，因为一透早申请急难纾困来到区公所，说爱后礼拜才过来办。有人吐管啊来清领，听到白走一抓，嘛真生气。也有人咧等救命钱，艰苦我8块红。今天是讲说3点，因为我今天还专程请假。你觉得这1万块对你来讲是怎么样？非常重要。谢谢，我吃不到。 行政院急难纾困申请方式短一天大转弯，却出现中央的政令，地方根本无收到的状况，让花莲市府有苦难言。品没有据的，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扰。早是10点半左右，市府因为收到卫福部的公文，佮恢复办理服务，但是已经有真侪民众真生气。新北市市长侯友宜领先中央，先发摕身份证来就收件。一透早3点半的活动中心也是人真多，虽然流程简化，不过也是有人感觉政策一变再变，真困扰。 非常不方便，因为我昨天已经准备，等你这样一趟全部查好，又是民国几年的事情。懂得就不会很复杂了，就是不懂了，不知道要怎么填。尤其是老大人，就算是简单的表，嘛是看无。区公所嘛有派人出来协助，互新北市申请纾困，减少前一天的火药味。